老旧，一个品牌的老，不代表它一定要旧，一个品牌的老，也不代表它一定就是好像跟不上时代。而且这个老，所有的老品牌里面都有它的经典。我们常常讲，你买衣服啊，买什么鞋子，这个大国际知名牌，或者有历史的品牌，它都会出经典款的。即便经过了不同的时代，然后几十年下来，大家还是认定我就是要买那个牌子的哪一款东西，那就变成它的一个核心跟经典。那国民党也是一样，就是你是一个126岁的政党，这个126岁的政党里面，我们重要的核心理念价值，你应该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我的经典价值。最早的创党理念价值，民主自由，争取人权，还有照顾弱势等等，这都是当初为什么国民党要去推翻所谓的满清，要去进行革命的很重要的理由。那这一些核心价值跟理念，其实放到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发觉，台湾的社会似乎就是以这个核心价值为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国民党要建立健康的人才循环，年轻人进来了，你要怎么样导入政治的市场？你要去发掘地方它能够打仗的地方不要每一次都优势选区就是既有的或者老的就站很久然后艰困选区呢就丢出来，那丢出来就算了，你今天要找年轻人去也可以，可是你不能什么都给，你要给他粮草，你要给他子弹，你要给他澳元。这一次你看民进党的打法这不是民进党多厉害，这是一个正常的选举的策略跟操作，就是该如此。民进党他立委选举，他丢了哪几个年轻人到哪几个选区去，你是挑出来看，那些年轻人去的选区，原本对到的国民党都不是简单的角色，也不是那么容易打，不是说年轻就一定有优势，而是当他们丢下去的时候，实际上一方面是不要给他们机会，二方面他们随着整个外部环境议题的变化，他们会去做相关的操作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觉他很多资源都特别挹注给他们，你注意去看，不管是媒体的资源或者其他资源，包括小英去站台的次数就好了，你大概就知道了他们是怎么样在布局这一些的。那国民党也一样，你今天要让年轻人能够愿意跟你在一起，就是你给他机会，再过来你给他资源，然后让他可以在地方去扎根，因为毕竟民主政治最后的选举是在地方，不是在空中也不是在中央，我觉得是要布局，是要扎根。那这部分再怎么困难，党在财务上面、资源上面再怎么困难，一定要拼命去给他，否则就会造成我们今天所担心的人才断层、少子化。然后你要谈你在这两个人才断层跟少子化的状况底下，你怎么世代交替？你根本没有人可以交替08年到16年，国民党是亲美和中友日和是和平的和亲美和中友日，对日本友善可是我们在野的时候，才短短4年的时间，奇怪我们也不执政坦白讲，这4年你说国民党跟大陆有什么交流吗？根本没有居然因此变成只有亲共，然后没有亲美或者不亲美。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当然可能我们在野的，我们在对美这方面的经营没有持续，就是说你在那个话语权上面，你在对美的一些话语权上面或者你在华府的一些政策上面、立场上面的解释权，你放弃掉了。如果我当选主席的话我也会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对美、对日等这些主要国家的窗口把它建立起来
甚至我们也不排除能够来争取，或者是设立在华府的这个办公室，重新设立啦。因为过去我们在华府是有办公室的，2008年以前我们是有的。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在美中台三边的关系里面去取得一个平衡的位置，然后也让国民党的立场能够很清楚的让我们美方的友人知道，让国际知道啊。那我们主张的是亲美，但是我们主张的也是两岸的和平啊。那这两个它并不是二择一的关系，不是零和的关系啦。就是说亲美跟合中它不是零和的关系啊。我们是反对大陆的讲说集权反集权、反独裁，但是我们支持大陆的民主化。我们也希望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的制度跟环境，大陆未来有一天也可以实现的。这个或许是跟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基本上是反正就是彻底的反中嘛。那国民党的基本上我们对大陆的态度，我们还是希望两岸是要和平的，两岸不要战争，但两岸可以竞争。我想对于大部分的台湾维持现状的这些民众，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来讲，没有人希望看到台海战争。我个人会认为，两岸要竞争，但是不要战争。所以我们将来的一些两岸论述，还有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这些立场上面，我觉得我们应该站稳这些重要的基础点。